返工都係着翻件反光背心好。你話戲服又好，扮下嘢都好，唔着嘅時候喺人哋屋苑大閘嗰度鬼鬼祟祟，啲本地人見到，好容易令到人哋誤會我有不軌企圖啊！歡迎收睇 Angie 漂泊到 UK。聖誕節係呢邊派貨傳統嘅旺季，啲人有錢又好，問銀行借錢都好，聖誕節都會搏晒老命咁買。每日返到去個倉，啲貨都係堆積如山。啲倉經理為咗清 backlog 咧，都願意出比平時高1倍有多嘅人工去吸引啲人咧開長啲工。其實由 Black Friday 開始，呢邊啲貨量就係咁增加。正因為呢啲旺季一年先至有1至2次，我都會好好把握呢啲機會咧做。今日呢段影片就帶大家同我一齊派貨。整個派貨過程好長，所以咧我只係會節錄一啲畫面同大家分享下我喺呢邊工作嘅感受。今日開工咧有一件事就比較特別嘅，大家記住睇到最尾。坦白講，喺呢邊做速遞員或者 Uber Eats 嘅香港人真係越嚟越多，無論去到邊個倉攞貨，唔同時段都梗會見到香港人。如果負面啲咁睇，大家都好無奈咁接受咗呢一份體力勞動嘅工作。對於一個諗嘢相對正面嘅我，睇法就好唔一樣。呢份工吸引我嘅唔係人工，而係返工時間超級彈性。瀟灑啲咁講，就係有時間就返咯，冇時間就可以唔返噶啦。旺季人工出得高啲，咁咪返多啲咯，唔會因為返得少就俾人詐型。其實呢份工吸引人之處咧，係可以認識唔同類型嘅人，就算係本地白人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。我印象最深刻咧，係最近有一次見到一個上咗年紀嘅伯伯，原來佢對香港非常熟悉，因為咧佢曾經喺香港工作過。佢咧亦都係有睇香港最近嘅新聞，好多未嚟過英國嘅香港人咧都好擔心，喂，我哋嗰啲咁嘅港式英文啊，會唔會俾人哋笑㗎？事實咧係語言係用嚟溝通嘅，英文根本就唔係我哋嘅母語，表達得到就夠啦。講得唔好，基本上冇人會笑你，亦都唔會有人會理你嘅。今日開工最驚險咧就係呢一個位。講翻少少背景先。我平時每個禮拜返 E 字頭嗰間公司，日日都會派呢一個屋苑嘅。而今日咧幫 A 字頭嗰間公司咧咁啱又係派埋同一個屋苑，所以咧我對呢個屋苑嘅保安系統係相當之熟悉。如果要開呢一個大閘咧，係一定要 intercom 揾到屋主，由佢撳掣開俾你。好啦，當個閘開咗之後咧，大概20秒左右咧，佢就會自己閂翻噶咯。而作為一個速遞員，最基本嘅要求咧，就係要夠快。我平時咧見到其他嘅送貨員咧，佢哋咧會將架車停正喺個閘中間，頂住個閘，唔俾佢閂。而我嘅做法咧就有少少唔同，我咧係會將架車揸到去個屋苑入面，要派貨嗰間屋嘅門口嗰度，放低咗件貨。然之後咧，嗱聲衝翻出去個閘嗰度，喺佢未閂之前咧離開。今日咧就非常之驚險啦，因為咧派貨嗰間屋係屋苑裏面最入嗰間。當我架車咧去到個閘嘅時候，其實個閘都差唔多閂晒啦。咁我點做咧？我就要即刻落車，揾隻手掂一掂個感應器，等佢開翻。呢個位咧就係我呢份工滿有挑戰嘅位置啦。如果真係趕唔切嘅時候咧，我就要揾業主幫我 remote 開翻個閘。咁樣咧，一嚟就嘥時間啦，二嚟咧，其實講真，我真係唔想麻煩到業主。頭先就講到呢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人，其實咧做一個派貨員，如果可以每一日都派埋同一個地區，係真係比較理想啲嘅。當你熟咗邊一戶人家可以就咁放低件件就走，咁你嗰一日咧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。呢度咧好多屋前面都會有一個 porch，
平時咧我嘅做法就係，如果道門開到咧，就會就咁放喺個 porch 裏面影張相就得噶啦。但係咧曾經試過部 porch 門咧係冇鎖可以開到，諗住放低件件之際咧，個屋主咧就衝出嚟就話我做乜嘢唔撳佢個鐘。我亦都遇過咧，當我撳鐘嘅時候咧，屋主走出嚟就同我講，就咁放低喺個 porch 裏面就可以噶啦。咁所以啦，如果熟悉每一戶人家嘅要求，咁派貨咧就會暢順好多。另一個派貨會面對嘅危險咧，就係狗。會吠嘅狗咧，我唔驚，因為佢吠嘅時候，你會知道有隻狗喺度。最陰險嗰啲狗咧係唔會吠嘅。我記得咧有一次咧，當我嘗試將件攝入去個 letterbox 嗰度嘅時候咧，嗰隻狗咧就會喺嗰個時候咧咬我。好彩嗰次咧我熟得快。咁每一年咧我都聽過好多同行因為咁樣嘅原因俾隻狗咬到，所以咧其實呢份工咧係有一定嘅危險性。希望藉住呢條片，大家多啲了解喺英國做速遞員係一回乜嘢嘅事情。亦都喺度祝大家聖誕快樂，新年進步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嘅影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